總價50萬啊，總價50萬就可以喺華發商都樓上攞套精裝嘅單位啦。原價150萬㗎，依家3折咋，50萬就可以攞低啦。樓下就係十字門嘅輕軌站，可以輕鬆接駁全國。50萬嘅總價，攞套精裝單位，再送多2個車位俾你。月收租可以達到2000以上㗎啦。樓下十字門站10分鐘可以到達三大口岸啦。前嗰幾日仲放咗煙花嘅喺呢個位置，可以睇埋煙花景㗎，相當之靚仔啊！一齊同我去小區睇睇啦。嚟到我哋小區呢個環境幾靚啊，帶有一個超大嘅泳池，每棟樓下都有飯會所，樓下又自帶有商業街㗎，相當之方便㗎。一齊上去睇睇啦。上到嚟咧，呢個單位40個平方啊。你睇到嘅全部都送晒俾你啦，而且再送多2個車位俾你啊。總價50萬都唔到，收租2000幾。山景前面仲有海景嘅單位，真係嘅。樓下就商都，樓下輕軌站10分鐘三大口岸啦。總價50個，輕鬆攞低。有興趣街坊下方666。